愿你的话成就阮的帮衬。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主题叫做“感恩心，无上帝国的大事”。这个话的意思是，咱诚做富强教会一份子，咱讲用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他感恩的心，毋是只讲一种心态表达，感恩的心爱化作行动，感恩的心爱诚做咱，讲心灵以及咱家己的身份，甲这个感恩的事项有契合，有真密切的这个合一，通好见证这个感恩是真正是有影，是对主所领受到的。咱所读的两位诗篇一位诗篇甲迄位所书，咱小等咱通过主的话来学习。兄弟姊妹，咱通过诗篇的起头，甲咱讲，咱大家爱感谢上帝赐了一切的恩典。中文的圣经是厚恩，就是讲厚厚的恩典，安尼满满的恩典安尼吼。诗篇116篇的教导有几项提醒。第一就是咱爱有感恩的表示，感恩的表示。伊讲我要向上主这个业杯，还是讲捧杯，就是要感谢伊的救恩。捧杯的意思是一种尊敬吼，咱台湾人嘛足习惯讲，我来敬你敬你一杯。咱对上帝来捧杯，就是表示咱对上帝的感恩。感恩什么？感谢伊的救恩。用什么做感恩的行动呢？讲我要伫伊的主面的聚会中，伊行我所许的愿。这句话有两种意思，就是讲要伫上帝百姓的中间来表达我对上帝的感谢。安尼就毋是干那私人的一种表示，是伫公众的面前，伫上帝百姓的面前，我要见证。所以行愿毋是讲我表达我行偌济愿，我有偌高，毋是，是讲我要见证上帝伫我中间所做的，伫互我的救恩，互我的恩典，互我做美好的假事。那今仔日咱举行这个感恩节的称谢礼拜，也是赞美礼拜。事实，逐个民族、逐个国家拢有迄个感恩，有迄个感恩的迄个行动啦。毋是干那咱教会用感恩节，用这个节日。咱选这个感恩节，这嘛有伊的来源的，咱也较有了解、有接触到，就是犹太人大概较感恩节有感觉相像的是因的大寮节，大寮咱台湾话祝棚节较袂晓讲，就寮就对啦。寮应该是讲布饼啦，大布饼的节。咱知影讲这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因是每年的秋天，伫希伯来的这个历法内底是差不多是公历咱现在公用的历的9月甲10月中间所举行的7天。咱嘛知影讲政府也讲伫大寮节，伫迄个节期的中间迄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迄个飞弹发生现在的战争，伊就是伫因大家欢喜闹热咧庆祝的时阵，哇，飞弹来所以这个大寮节是犹太人因为着要纪念古早因犹太人以色列人因出埃及伫旷野中间漂流40冬所带迄个布饼就对啦迄个布饼来孝念耶和华伫这段时间供应所有犹太人的饮食所以因伫迄个节日因差不多亲像新年安尼咧，因来庆祝，会使讲伊的周期像咱的春节、咱的过节休困7日就对啦这现在咱真侪台湾人拢会去犹太人遐，也是去以色列旅游，慢慢嘛甲因这个节期拢带来伫咱台湾，有个人特别有迄个教会特别提醒讲，这个是迄个以色列人的大寮节，嘛是有点咧传播讲。这款感恩的传统用以色列人的迄个传统为主安尼。咱较熟的，咱今仔日用11月的第4主日来庆祝感恩节，其实是对美国来是对美国来。
啊，那对美国来，咱就加足熟啊，因为咱对战后吼，差不多咱教会甲美国教会是结连真亲啦。事实吼，真侪宣教啊，拢咱较早是咱的母会英国，也是加拿大。毋过战后才开始用美国来啊，所以咱事实是学美国，因为迄当时足侪宣教师拢美国牧师嘛，啊来就讲，即个感恩节真好，咱嘛做伙来感恩吼。啊是安那，咱会甲承接，吼，这历史上无法当足严格去查考啦。但是因为11月吼，像即个时间嘛，差不多是咱台湾较早农作物吼收成的时刻。啊，所以我会记咧，贾牧师常常咧讲因故乡吼。较伫乡村的所在，啊，因诶即个感恩节真正吼，每一个会友拢将因诶厝里所种的，无论是果子啦吼，遐个番麦啦吼，遐个做个金瓜啦，拢摕来教会，啊，规个港台前摆满吼，啊，真正是吼丰收的感觉安尼。啊，礼拜煞吼，逐个人伫遐来义卖就对啦吼。来，即粒金瓜偌济，有人买无安尼，啊，就换做金钱啊，来奉献予上帝。啊，所以咱台湾人，先伫台湾教会接受即个美国的感恩节，实在是真自然的感觉啦，吼，真自然的感觉。啊，事实会定伫11月第4个礼拜四。那正式的是今年是咱11月23正正的拜四。啊，这是美国固定的节日。啊，伊若对拜四休假，啊，到现在礼拜日，吼，拢总几啊天吼有假日安尼。啊，这事实是1941年啦，民国30年，美国政府才甲定落去的。啊，因就是为着要纪念吼，纪念因的祖先吼。啊，咱拢知影，差不多是1620年的时代，啊，因的祖先啊坐迄个五月花号船啊来到美国的所在。啊，这故事咱常常有咧看到，有咧听到。啊，这是咱现在教会承接的一个感恩节的传统，啊是咱用今仔日来做伙。啊，事实若要甲咱台湾较有关系，大概有真侪人用咱秋天收成啦吼。啊，咱较早农村时代种感觉较侪，特别是咧做冬节吼，食圆仔汤吼，食圆仔吼。啊，这是大寮仔节，啊，这是因都是用一个小小的砖塔啊来回忆，也是讲来纪念因的祖先啊。较早无迄个安尼足勇的厝通住伫。旷野漂流的大寮啊，吼！另外因拢有伫遐，有诶真正伫遐住吼，住几啊日咯，吼！啊，即个是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吼！因到这是人画图啦，吼！讲感恩节迄个第一个感谢迄种感受啊，因伫野外伫遐咧感谢上帝。啊，咱台湾人大概较有先感恩节是冬节吼。啊，有人嘛是会甲伊做一个推广讲。那佫有休假吼，佫有包括休假，佫劳日，啊，就是过正嘛，吼，咱的农历正，吼，农历正。啊，有人嘛是咧讲吼，那正讲台湾本土的感恩节，就是原住民的丰年祭啦，吼，丰年祭，因真正就是伫山顶啊，一年的收成啊，种个小米啦，吼，啊，结迄个小米酒啦，吼，啊，遐个。种种的农作物收成啊，啊，逐个劳日啊，伫迄个广场来做丰年节。但不管如何，兄弟姊妹，咱对着这侪传统，咱毋是讲啊，倒一个较适合咱啦，是因为咱承受着这个感恩的心意，咱伫今仔日，咱伫一年在年底，啊，咱用感恩的心献上咱的感谢，这是咱上重要的部分。但兄弟姊妹。对咱教会来讲，咱有啥物通好来感谢的无？那用教会，咱富强人会感恩的理由吼，我有做几项的即个感受啦吼，有做几项的感受。啥物感受呢？就是咱即个感恩的理由，富强人感恩的理由。咱到今仔日已经47周年，啊，伫咱的教会用咱教会做单位，咱啥物款通感恩呢？第一，咱爱感谢上帝，伫咱教会开设的时阵，就一个美好的基础，吼啊！上帝通过当时咱的先辈，因用逐项上好的来建设咱的教会，咱奉献伫上帝面前。
互咱对一个起头吼，就袂安尼坎坎坷坷，安尼欠这欠迄，一个都供应丰富啦吼。即几日前拄咱的索隆长老吼，伊咧开始咧整理咱这教会历史啦。伊就编出吼，咱当时第一代富强教会的建堂吼，开始一个定错礼拜，有搭一张迄个听书单互我，内面有一段，应该是王忠信牧师伊写的，讲即个建堂的诗啦吼，建堂的诗，应该是用多少首圣诗来套迄个歌词啊。我迄个歌词真有意思，我读互大家听吼。我袂许人答起来，我用读的。伊讲：富强地区发展紧，开设盛会着赶紧，中会积极来推进，由得东门来接应。第二节，听主兄弟献土地，中会大家斗纳税，就是讲咱迄阵迄土地吼要登记伫咱的财产法人爱纳税金的吼，伊就是讲私人献土地，你爱纳一个净值税安尼吼，较像迄阵就几十万吼。讲圣殿若紧起好势，就通阳光白上帝。第三节讲，同信兄弟同心思，爱将金银献互主，起造圣殿大好事。即个求主吼，愿主祝福吼，愿主祝福得福气安尼吼。这是一个真有意思。咱当初时拄开幕开始咧建立礼拜堂吼，即款的互咱感觉真感心的感谢的一个事啦吼。咱教会比一般的教会伫起造吼，拢无共款的开始，但是咱一个开始就有土地，佫有人奉献，所以建堂第一个礼拜堂就起了真水，迄是。也无几冬吼，就成立的，这是真无简单。有的教会开拓足久，才会当慢慢起家己的礼拜堂，无拢一直用租的啦吼。第二项，咱也感恩的事是历代信徒的委身服侍。咱有时定咧纪念头前，咱侪的故事。咱嘛有要即个影音团队，甲咱的历史团队讲，即马咱准备吼，要来研究这第一代富强人。就是前10冬，就伫咱教会吼，一年设到一年到10年这段，有伫咱教会兄弟要找一寡这耆老的对吧？来访问，来讲起当时的故事。咱会使讲一代一代上帝所差派的同工咱的门徒拢真热心地服侍，互咱的教会一个开始就充满着主的疼。第三是因为40几年来。咱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虽然大家无一定意见相同，理念无一定相同，但是咱毋捌讲为着教会什么代志冤家分离，吼谁也不服谁安尼，我看你安尼像对敌安尼，这是咱富强人感恩的理由。佫一项是上帝丰盛无欠缺的供应，这拢是咱。一项拢是值得感恩的代志，特别咱经历着咱富强教会几年前建堂啦吼，2017年咱的感恩节，咱甲所有的经费拢来即个拢行了吼，行了。迄年咱咱当时的主委吼，条件长老佫摕一块砖吼，一块砖就是引用着咱教会。迄10冬久咧建堂中间，咱的周报拢一块砖咧贴无。若有奉献的，有钱有够遐，就贴实的，迄红色的，也是乌的。若顶悬空白，就是还袂。到最后一块砖，条件长老代表教会献互上帝安尼。兄弟姊妹，真少讲有教会起礼拜堂毋免去外口募款的啦。咱逐年教会拢会承接。无共款的教会来遮募款，咱感觉讲，咱有开来，咱共帮衬。但是咱感谢主呢，毋是讲咱本来就足有钱咱遮当时的领导者拢讲，迄阵落地无偌济钱，就勇敢甲起落去真哩，兄弟领受恩典嘛。其实教会的经济无欠缺，就是咱的会友无欠缺，安尼敢对？就是你无欠，你毋则有够野人开力通奉献互主，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但兄弟姊妹。
这个故事爱常常讲，但是吼，咱爱搁向前，咱要行至50周年。今年47，已经要过啊，吼，剩48、49，搁来50迄年，就是咱庆祝50迄年的年，咱做伙一种的共识，咱做伙一个呼召大家共同一个意向，讲咱要行至50迄年，毋是一个闹热安尼就好，是咱要敲吹上帝国的大事业就对啦。上帝国的业，咱来图谋，而且是做大的事啦。做大毋是安尼小小看看、凊凊彩彩。要做大的事，哪有遐简单？凊彩花者就好吗？若无详细的计划，大家同心合意，亲像以前的百姓，因大家时代，若兴旺的时阵是大家同心合意，欢喜要做伙共快做一项代志安尼。咱来听保罗伊伫以弗所书的教导，1章19、19、23节。这段经节有真宝贵的教示。第一，伊讲上帝运行强大的大能力啦，来证明，伫用耶稣基督国我来做证明。伊要甲咱描述讲，上帝伊开得大到什么程度？伊用耶稣基督对死国我来证明伊的大能力。19、19、20节，伊安尼写，伊讲伫咱信伊的人中间的运行的权能偌尼大，伫咱中间的运行，伊讲伊用这个气力，互基督对死人中国我。表示讲，互基督对死人国啊，这个能力，迄个是单一的事件无毋对，但是伊的能力是普遍伫众人，伫咱中间呐。伊个证明是安那有这个能力，互基督坐伫天顶，伫伊家己的正边。上帝的正边就表示伊的能力有传承伫主耶稣，等于耶稣就承接着上帝予伊的这个大能力。第二，这个能力证明讲主耶稣基督掌权超过一切权柄啊！耶稣的权柄超过世间所有看会到迄个政治的权力，迄个国家的权力。伊讲国家现世后来世一切名号，咱称呼什么号？什么号？古早时代啦，金始皇啦，亚历山大啦，也是罗马遐个皇帝啦，拢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啦，遐名号。但是伊讲伊的权柄赢过这一切，万米拢屈服伫伊的骹下。这我想着讲这个描述耶稣基督的大权能，耶稣基督的涵盖宇宙所有一切的能力，名号。咱最近举行这个幸福小组啦，幸福小组。咱拢会有咱的兄弟咧传达这个福音的消息，互这个best 这个慕道友的时阵拢会讲这句话讲。咱伫社会，咱伫咱的民间逐种神拢有咧想要甲拜，拜这个拜迄个，要求什么好处逐项拢咧求讨就对啦伊讲若要拜拜上大的拜上大。若讲较土地的话，讲拜上大尾，因为迄社会人讲送上大，咧烧钱啦伊讲要拜就拜这个上大的，上大的什么意思？就是权柄上大的，有大气力的上帝。所以幸福小组见证的名句就是讲，要信就信迄个上界大。咱拄看到这段经文在印证咱伫主面前的见证。当伫这个话中间，咱会当看到经节安那写，伊讲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掌权者、权力者、主政者，以及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这个头衔，就是拄则咱读的经节，讲上帝互万物拢屈伫基督的骹下，互伊做教会元首，统治万物。但是这个话，互咱什么款的理解呢？就是我所跟随的主，我所敬拜的上帝，毋是一个空空的名号，是一个我好像一种心灵投射的对象，毋是，伊是真实统领着宇宙万物，所有的名号拢毋达着主，所以伊是伊搁做教会元首，统治万物安尼。咱军队着这位充满万有，而且是大权能超越一切名号的上帝。
咱伫下骹做工，咱军队咱在做啥货呢？真清楚，咱要透过咱所受呼召的使命，来完成伊上帝国迄个大扩展，做上帝美好的工，所以叫做新国的大事大事就对了吼。第三，伊讲上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元首、教会头嘛，是伊的身躯。意思咱组织的这个所在，这个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伊的身躯要用要足，咱就是这个教会本身嘛。耶稣是元首咧，咱是这个中间的肢体，对毋对？咱讲肢体嘛，咱伫中间软高高、软正，有气无力吼。阿伯阿毋啊，无男无女吼。讲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吼。听着嘛，感觉讲足无成的吼。当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伊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宇宙万物迄位基督所充满。咱来画出迄个耶稣基督所充满的教会的形象。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当若是安尼，遐尼实话，是安那咱讲迎子50周年，咱毋通甲伊当做是一个闹热庆祝，甲人讲哦，阮庆祝50周年啊，哈利路亚阿门，毋是。咱都爱军队主的呼召，讲打上帝国，伊的圣会伫咱附近，咱要安怎度无迄个极大化，还是讲尽咱的开力，互上帝国的应显伫咱的手中，来主的官兵的下面来完成。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有即款的理解啦吼。咱附近人的使命甲命定是啥物？就是咱要伫这个超越一切的掌权者，咱的主既然是超越一切的掌权者，超过一切名号的，那用咱社会话就是大老板，伊就是大老板，伊是大头家啦。咱嘛有兄弟讲，伊是董事长，天顶的董事长。那伫伊这个官兵的下面，咱所领受到的任务，就是同心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这是咱伫下面下骹手来做伊的工吼，你无做就是。甲即个大老板的理念袂合嘛，敢毋是？咱最近定咧讲台积电吼，台积电请到德国也要失手，日本也失手，美国也要失手，啥人要请伊去？伊就迄个实力啊！即摆伊要请员工来做吼，一个做落，才知影讲哦，美国的文化。遐个美国的员工吼，要像咱台湾人遐拍拼吼，无遐简单的。即马要请因来做甲像咱台湾的厂遐做遐好吼，爱搁占一段时间的。日本人伤济拜托台积电爱赶紧去，一厂做打起好尔，因搁要扩展第2厂，什么事呢？因为因感觉因即个头家，因的研发的能力，因对整个世界的即个晶片的供应。是带头的，所以大家要拼。一个世俗的公司就安尼啊，咱的大头家是上帝，是主耶稣基督。咱这个事业是教会啦，教会这是一个上帝国的事业，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爱用这款的理念，知影讲，咱伫伊的内面，毋是干那单享受伊的恩典。是咱要做伙，互上帝国，咱亲像主耶稣讲，恁爱传福音到伫即个天边海角，到逐所在传福音，这是咱上帝国的事业嘛。传福音就是上帝国的事业。咱遮个员工有要做毋做，还是讲袂甲也是听无咧做，安尼都无成上帝国即个事业啊。所以用即个譬如来了解，咱就知影讲。传福音建造教会，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事业，是比台积电更加大的事业。咱拢知影，是讲这个叫做事业，咱听会感觉足俗气吼，毋是这个意思啦。咱知影讲，现在整个的国际社会吼，大概三种的迄个事业部门，一个是政府部门，迄叫公权力的部门。政府有机构，像咱要选总统选安尼闹热啊。做总统的伊就是掌管即个国家的权力嘛，伊就行政能力，
伊要派什么官员，伊要派什么行政院长，拢伊的官兵嘛。哦，这是叫做公权力，政府的能力。第二种就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你看咱私营企业就拄仔讲的台积电，因为因家己有迄个研发的能力，伊会当盈利做足好，世界四界去扩展。事实教会这个部分，虽然讲是属灵的工作，但是若要归类用社会归类，伊就是一个非盈利的事业啦。较早咱用非盈利事业，拢会承接古早迄种观念，讲都救济啦帮咱弱小。即嘛毋是呢，即嘛一款自身的事业是，伊的事业做比一般的私人企业搁较大。咱若注意甲看，世界真侪出名的基金会迄大甲比一间大公司较大，甚至伊的资金赢过一个小国家的全年度的预算呢。像咱世界目前上大就是比尔盖茨啦，比尔盖茨迄个基金会，伊甲伊所有的所有的财产拢捐出来伫这个基金会，500几亿的美金，我讲这个毋是讲送较大较小，我是要互咱理解讲，你若用这个观念来看，咱上帝国这个大事业交伫咱的手，咱敢要亲像迄个摕到1000块的这个萝卜甲带到涂骹，这是咱责无旁贷的责任就对啦所以咱会去年初何惠顺牧师用这段经节，甲咱三甲勉励，就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4节。咱若是讲拄则咱承接到上帝国的大事业，佫看到耶稣安尼甲咱勉励，咱就知影讲我的责任伫倒落。伊讲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意思耶稣做啥？你若信伊，你就照伊的意思去做。伊讲甚至做搁较大的事。所以牧师甲咱呼吁，毋是讲牧师大头病想这有诶无诶，毋是，是耶稣的教示咧。信主都要做伊做诶事，而且佫做比较大。伊讲我要去爬遐，表示讲我的任务，当我去到上帝遐，工课就交伫恁的手头，你来做我咧做诶事。耶稣讲你都爱去普天的传福音，这是主的交代。而且伊有应允咱讲，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会互恁甲恁做，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14节，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会甲恁做。这是耶稣基督所发的应允。但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感恩节，咱甲一般逐年拢在做感恩节，安尼拢共款一款的迄个节庆就对啦但是咱小会呢，伫今年就开始筹备，讲望咱设立50周年的庆典的筹备委员会，来筹备各项感恩的事工。这是咱领旨54年一个对上帝领受的意向啦所以咱就开始强开始要来推动。牧师有定了明年咱教会一个工作的重点，也是讲咱的主题啦。这个主题叫做“门徒传承济宣教，丰盛禧年正新温”。就是咱望伫50周年的这个迎节的时阵，咱的教会会当完成一个世代交替。新的一代若无起来，咱讲要感谢上帝，拢是咱这老的咧感谢，少年都感受袂到啦。所以咱望这两当中间，超出少年辈这款为心欢喜做主的工的人。咱注意看到，现在即马总统都候选人定落来，对毋对？遐立委委员嘛是拼甲呢足侪新的一代拢赶紧要起来，嘛甲遐老的讲，即马换我做啊。咱看见社会在发展都安尼咱教会脚步佫无够紧，咱真正都爱有稳度的传承就对。望兴起新的一代，新的一代毋是讲我少年，用这个做理由，是新的一代，因的信仰，因的威信，因对上帝的坚信，因服侍的心志，拢爱呼吁来栽培。这放伫咱每一人，咱大人的责任。这就是大事业呢。
你想讲一群人吼，叫来就要做哦，加简单。敢若咱的敬拜赞美团吼，训练都要训练偌济。咱普遍的吼，拢一代人的服侍，毋是定啦因教做，就继续互因做，是新的一代依愿做，做了更较好。顶几日，咱教会界吼，大家真大一个，安怎讲感动就是讲，咱长老教会的青年吼，萧美琴是咱东门教会的青年咧，是咱萧成文牧师的查某囝，伊吼赖清德来甲伊选征求来做副总统的候选人。咱的网络顶面吼，就传一篇伊2年前过身的爸爸萧成文牧师写的一篇文章啦。迄个应该是迄篇文章，应该是迄阵3年前伊要选立委吼，选无着，伊咧写讲伊的查某囝是啥物？伊有讲一句话，伊讲较早吼，人拢讲是萧美琴是萧牧师的查某囝，即嘛去美国大一个句吼，讲即个是萧立伟的爸爸啦吼，安尼啊，大家就讲恁查某囝比你较牛哦吼，伊讲毋是讲啥牛无牛，逐个人温顺，逐个时代上帝的任务拢无共款，但是当然我真欢喜讲我的查某囝比我即代更较好，所以伊更较好嘛是一种恩典嘛，上帝的疼嘛吼，意思讲望大家吼斗牵成斗栽培，因为是咱教会长老教会青年，伊到读高中才出国啦，出国，进前拢伫东门教会咧聚会，用即个萧牧师的感想，我嘛是要呼吁讲，咱下一代比咱较优秀吼，这是应该的，若无采你咧做啊，无采你咧栽培啊。无采你咧期待嘛？咱望讲用一个宣教的时间、传承的时间来伫禧年的时阵奉献给上帝，证明上帝的恩典。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讲起咱所要做的工啦吼。第一，咱爱互咱的教会的团队更较精兵化，强化文道装备甲造就，来加速新世代文道的传承。这毋是用画，一定就是爱超吹啦。像咱进前选中级选好，咱嘛感觉讲，咱有新的长老出现啦，咱有新的执事出现啦，阁有少年执事出现啦。这是一个迹象吼，是一个信号，但是毋是有就爱阁操练吼。第二是咱积极来各方面的传福音宣教。我真感动，就是讲咱对9月底9月开始，咱推动幸福小组啦。咱有算起来，咱总有7组，一组后6礼拜，后4礼拜，平均起来差不多5礼拜啦，吼，平均，咱就是有举办35场小型的布道会。这2礼拜嘛，闹热啊，拢做福音的见证地会甲餐会，上无嘛10几场，应该差不多50场啦。遐尼即位伫3个月中间办50场布道会，你感觉讲安尼这无重要吗？所以有参与的人也感觉讲哇，想不到走过来了吼，遐多恩典，我感动有3项，头一个是每一个做见证的同工兄弟，咱拢毋是请外口的人哦，咱家己做见证哦，哇，讲大家足感动，而且佫做拖影片安尼吼，大家故事拢足精彩，所以我就期待讲哇，这故事讲了吼，这百姓就听，这小组的人听吼，是足无彩啦，咱就要庆祝50周年吼。赶紧爱成立一个影音团队哦，做一个基本的摄影棚，甲咱遮的见证甲录起来，逐个时阵要放就有安尼吼。哇，咱即个幸福小组的副长也是同工吼，伫讲福音的内容吼，比牧师较好讲，因为伊现身说法啦吼，哇，讲咧到底吼，人讲图文并茂吼，创作俱佳。佫一项真感动的是，迄个幸福小组要结尾的时阵会分迄个恩典卡，讲天父的话，每一张卡吼看起来都是圣经的话无毋对，但是对着一个人就显成意义啊！所以才会陪伴的，才就甲伊讲，你这段经文吼什么意思？有人是讲我看到就讲咧讲我啦，讲这上帝遐奇妙，抽到的卡拢甲伊有关的，
啊，咱边仔人甲伊鼓励讲是上帝对你讲话，天父的话，欢迎你。啊，所以咱目前已经有10几位兄弟决志要来受洗吼。啊，这实在是奇妙的事，咱毋通想讲啊，都运作了就好啊，一个节目就过，真正是感恩的事。咱阁有一项就是咱个人甲即个小组吼，牧区最近我阁看到一个真感动的事，就是，毋是咱教会推动的哦，是咱小组也是个人，伊家己讲，我感觉我要传福音，啊，所以伫因家己的所在设立，像一个单位，啊，亲像一个场所，啊，讲我要来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图吼，大家可能有会看过，我就简单秀一下。这是借力幸福小组，这个是幸福小组、幸福厨房的小组吼，是咱密侦小组，这个是咱宝贝幸福的小组，这个是咱启动幸福咱亲老朋友的小组，这个是咱祈愿幸福咱青年人社青伊甸的小组，这个是咱果真幸福小组因这队特足有特色的，就对啊，伫地下室。有捌一摆40、50个吼，因嘛有小朋友呢，小朋友80，你看，佮另外设一个场地，互因来安尼。佮即个是志愿幸福小组，伫咧幸福小组的中间度有人决志要受洗这福音大会嘛足闹热吼，拢客足侪，可能图片细张看无啥照，但是你若看，大家场合就是一个报道啦。一个场合就是一个报道，即个福音队的参会，拢是安尼充满着迄热情，有诶是欲罢不能吼。这拢是听日即位大家同心一意，欢喜要做诶工。咱看到这，实在是感觉讲，这就是咱诶产业，这是上帝交代咱工课。因伫小小诶家己诶岗位内底咧做上帝讲诶大代志。听日即位，咱阁有最近大家嘛开始咧思考讲。咱有扩展社区的关怀，甲慈善的事工。顶礼拜拄拜三吼，咱有一阵同工专工组队去到新老病院伫麻豆的新来病院吼，伫遐来参加一个对老大人遐受照顾的老人的一个福音事工。咱已经有决定讲好，要来认领吼，因迄个伫麻豆遐有一个养护中心哦吼，几啊楼4、5楼拢咧。照顾这老辈，咱嘛有教会会友的士大人伫遐啦吼。咱想讲，咱若有开力，咱若是伫咱教会，咱会出去安尼。咱最近伫年底已经进行3档吼，咱要举办迄个洗手爱无限，大概要征求100户的迄个弱势者，咱的即个关怀事工要用一个安尼一个礼券吼，佮一寡礼物来送互咱社区遮较弱势的兄弟姊妹中间。咱嘛望讲甲社区自强里有一个较好的结连甲关怀吼，这是顶日咱去到即个新老病院即个养护中心来报道唱歌来讲信仰互因吼，这是咱教会姊妹的妈妈伫遐咧养护咱伫遐去甲看甲关心。但现在即位最后牧师要甲咱三甲勉励是讲，咱迎子50禧年，咱一个5万甲准备啦吼。5万甲准备，第一就是讲，咱爱强化精进各项艺体甲空间的设备，用感恩的心奉献予上帝，互主所用吼。拄则咱讲第一项就是讲，咱爱推动各种的圣工，大来传福音，成做咱富强教会的必备，就是咱的 DNA 就是传福音、带人归主嘛。咱嘛望讲伫50周年的时阵，咱的教会吼，到明年拄献堂10年啦。拄10年吼，咱遮一间水的厝吼，10栋吼，嘛加减都爱搁小可捡的吼。我会记伫美国的时阵，看到美国因遐的厝咧起吼，因起好，起足用，迄当几啊百栋，但是呢，一段时间就搁定装修啦，定甲伊维护。所以咱拢知影讲，起一间厝偌济钱吼，你后壁维护的爱袂少呢吼。像咱一只新车开足欢喜。你后壁要饲车，就爱搁用足侪力啦，共款意思。咱若望讲，咱10栋后，咱的富强教会即个整个外边内面有一寡所在需要修改，
啊，希望讲咱会当照即个庆祝来甲伊完成。其实到2026年已经12档啊啦吼，12档啊。搁像是咱，若感觉讲领受恩典就好，就亲像咱讲用感恩的心是要分享互别人嘛，所以咱也希望讲会当祝福正教会。用教会来分享上帝恩典甲产业，所以咱伫咧庆祝50周年的时阵，咱希望讲，咱要搁较进步，有点像这2.0安尼，爱提升咱家己硬体、软体提升，但是咱嘛爱希望讲，咱有甚物款好的，像当时即个美国人吼，去到美国头一年的感恩节，是安那因的感恩呢？因若是对上帝感恩，救因的命，因要感谢当时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看到即群人安尼咱讲白色真种啊来啊，切磋啊。第一档吼，都袂适应遐，因为冬天到吼，伫咧马赛驻塞州伫波士顿的附近遐，普利茅斯遐是寒甲呢，死一半人啦。就是讲原来的人来吼，到最后吼死一半去。啊，所以吼，原来是102个，啊，到尾剩50个啦。因知影讲哇，即声这个落去啊，毋知要安怎。好佳在人印第安人对因足欢迎，甲因种作、种番麦啊，种金瓜啊，掠迄个火鸡来互因食。所以因的感恩节毋是干那单纯讲对上帝感谢，伊知影讲，若无即阵印第安人足和善的来甲咱接纳，咱可能迄50位嘛，到尾就无去啊。遐尼些话，咱希望讲。咱领受恩典，咱来学习对别人来分享。就像咱台南中会有真侪弱小教会，讲弱小毋是讲嫌因少，是因真正人也无，钱也无，啊，搁较偏僻。啊，咱感觉讲咱有恩典，咱来分享互因安尼啦吼。像是话，所以咱今仔日咱的即个感恩节有咧邀请咱大家做伙同心，为着这事工来奉献。啊，所以咱今年的奉献的感恩节的主题就是讲，为着50禧年的各种事工来奉献。像是说，那你有认同，咱做伙来为着上帝国的大事，吼，来谋上帝国的大事，咱就是邀请全教会、全体富强人，做伙同心合意，用奉献、委身来参与啦。啊，有的人出工，有的出力，有的人出钱安尼。那甲补啊估计起来吼，这事工。第50周年要甲做甲了吼，爱几100万。啊，这毋是乌白开的，逐项拢是爱有算的哦。啊，但是咱分3年嘛吼，慢慢来累积。就亲像咱对10几档前开始建堂哦，咱嘛是对听讲几百万尔嘛，100-200万开始啊，一块砖一直贴啊。因为你有动力，你有目标，你会感觉讲我对这有认同。啊，咱期待讲遐尼少的，毋是讲哇，我有偌侪钱献偌大条。我期待讲，你红乐啊吼，加体几个啊？恁兜有5个，你就甲献5项啊，吼，偌济囡仔献20块、100块嘛袂要紧，就表示讲，互伊有即个感谢节、感恩节一种行动，用安尼来参与，我想比讲比较送奉献较济，更较要紧。愿主将即款的信心、意向甲愿望，放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即时吼，咱。准备要来做即个异地的祈祷，请咱来备办。咱先做祈祷了，咱就开始请同工准备。咱遐日4月，你有想要伫主的面前，甲主求讨讲，互我的身体健康病痛得到医治的，咱准备心来到头前。第二，牧师有一个感动讲，有可能你关心的人无伫遮啊，病痛的人无伫遮，但是你要为着你的至亲的人祈祷，你嘛来头前。你甲咱的大祷者讲，我要为着我某物人祈祷，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士大人、我的囡仔祈祷，嘛会当到头前。迄是一个信心的动作，信心的表示。咱先来祈祷，咱来备办心。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领受这个恩典。主啊，感恩节毋是只干是节期闹热那定，是让阮确信感恩是领受到满满的祝福。感恩是要有行动。无论是用实际的奉献、实际的参与、实际的关怀，做阮的行动的表示。主，阮下面要伫你面前，同心为着有需要、肉体病痛、心灵软弱、欢喜要接受主的恩典的人来祈祷，求你带领
阮大家会同心的祈祷是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也下伫上帝你的旨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姊妹，我要请同工做伙来带咱做伙唱这条诗歌吼，这条诗歌是。